大家好，又係藍馬咧同大家討論時事熱話嘅時間啦。錄音嘅時間係2月28日嘅中午。唔知大家之前有冇諗過，2026年嘅央視春晚咧，最令我哋震撼嘅係咩啊？唔係邊個大明星，而係喺台上咧施展高難度中國武術嘅中國人形機械人，嗰種剛勁有力、人機合一嘅表演，好似話俾全世界聽。中國製造嘅人形機械人咧，已經唔再係實驗室入邊嘅玩具，而係真正成熟可以獨當一面嘅大戲。有人會問：機械人我見得多啦，工廠裡面嘅機械臂咪係咯？大家聽住，中國嘅人形機械人咧，同傳統嗰啲機械人咧係有本質上嘅分別。傳統嗰啲咧可以話係任務型嘅一個設備。你教佢行左，佢唔識行右。但今日我哋講嘅係由大模型催生出嚟嘅新物種，佢哋咧係陷入咗最強勁嘅大腦，唔單止咧有對眼去睇嘢，仲識得用數據咧去理解呢個物理嘅世界，識得咧推理複雜嘅場景。簡單嚟講，佢哋開始聽得明人類嘅行為邏輯。由2025年嘅春晚大放異彩，到咗全運會、世界唔同嘅展銷大會嘅頻頻現身，嚟到2026年，我哋中國正式宣布，中國已經可以話係進入咗人形機械人嘅量產元年。點解咁叫量產元年啊？大家睇下數據，全中國咧已經有咧超過150間咧嘅機械人企業，好似雨後春筍咁咧湧現出嚟。入邊有一半以上嘅初創公司咧，或者係跨行業嘅挑戰者咧。呢個局面話俾我哋聽係咩啊？就係呢一個係一個萬億級別嘅大金礦。以前我哋起步遲，只能夠跟住人哋後邊走，模仿人哋嘅技術。但係到咗今時今日，我哋憑住一股唔服輸嘅勁啊，大戰啊，突破咗咧係單點創新，形成咗咧大模型加算力加硬件嘅協同體系。我哋可以話已經咧由追趕者咧變咗做領跑者。呢份底係我哋中國製造嘅驕傲。量產元年嘅意義唔單止係技術進步，更加咧係可以話係最強嘅帶貨現場。大家睇下春晚表演之後，相關嘅搜尋量、訂單量簡直係爆燈啊！消費級機械人一轉眼就賣晒，近30億嘅資金咧湧入相關基金等等。呢啲唔係數字，係大家對未來生活嘅信心，係對中國製造嘅支持。我哋嘅工信部咧已經定咗目標啦，去到2027年，我哋嘅人形機械人年產量要達到100萬台。專家預計2035年嘅產業規模會突破1萬億元。呢個唔係話大餅啊，而係一步一腳印嘅實踐。人形機械人將會帶動上游嘅核心零件、下游嘅新業態，改變我哋成個生產模式。講到呢度，我諗起最近香港嘅預算案都喺度係咁講 AI。有人會擔心 AI 發展關我咩事啊？會唔會真係數字好睇？我哋打基層打工仔冇份呢？我想話科技浪潮如果唔能夠化成群眾嘅收入、市民嘅收入，就冇意義。所以我哋睇翻國家15規劃，睇呢個量產元年，唔單止係睇冰冷冷嘅機械人，係要睇到背後嘅民生紅利。當人形機械人喺工廠落地，當佢哋行入社區商鋪服務，我哋嘅年輕人有冇機會轉型為智能系統嘅管理呢？我哋嘅中小企有冇低成本嘅 AI 工具可以廣泛使用呢？我哋對接國家戰略，最緊要係市民睇到3件事：機會喺邊度，我可以點參與，我分到幾多紅利。2016年，我想同大家講，呢個就係人形機械人嘅量產元年，係中國科技史上嘅里程碑。更加係每一個家庭咧，係實現佢哋嘅收入升級、生活優化嘅新起點。我哋香港同胞都一定要把握呢個大勢，唔好淨係做旁觀者，要做參與者、受惠者。中國製造，策馬揚鞭。2026，藍馬同你哋大家一齊見證呢個偉大嘅時代降臨。今日集要講嘅差唔多啦，多謝大家，下集再同大家討論其他時事熱點。拜拜。